大家好，我係偉仔。Medicube 即將推出新嘅 Booster Pro X2， 究竟佢有啲咩新功能，同之前嗰部 Booster Pro 有啲咩分別？今日都會同大家詳細分享。開始之前，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事不宜遲 ，Let's go。Booster Pro X2 嘅分別主要有外形上同埋功能上。外形方面，佢嘅導頭變成上下雙極設計，接觸面嘅面積增加 1.3 倍。除此之外，增加咗兩大模式。第一個就係 Mask 嘅面膜模式，第二個就係 Duo 雙效模式。咁 Mask 模式顧名思義就係你敷面膜嘅時候用。根據官方資料，呢個 Mask 嘅模式每分鐘會有震動792000次。敷面嘅時候用埋呢個模式去碌，就會增加你面膜嘅吸收力909%。第二個就係 Duo 雙效模式。咁由於新嘅導頭分咗上下兩節，你可以揀喺做療程嘅時候同時用兩個模式，主要用翻官方應用程式去選擇上下兩極嘅模式。不過留意翻呢個 Duo 雙效模式，淨係可以揀 Booster Mode、MC Mode 同埋 Dermashop Mode 呢三個自由配搭嘅啫。而之前嘅 ATS 同埋新嘅 Mask 模式都唔可以喺呢個雙效模式度揀選嘅。除此之外，呢部新嘅儀器都會支持 AI 護理，主要都係話根據翻你皮膚每一日嘅狀態去做翻唔同選擇嘅療程。咁新嘅 Booster Pro X2 同之前嘅 Booster Pro 有啲咩分別呢？時間嘅關係，偉仔就準備咗個對比圖，大家一齊睇下。目標層方面 ，Booster Pro 以前喺網站就冇特別詳細講明。至於新嘅 Booster Pro X2， 佢嘅目標層係講皮膚嘅表層同埋角質層深處。角質層喺邊呢？其實係皮膚非常之表層，相對之前嘅真皮層同埋膠原層、筋膜層，相對嚟講角質層就比較淺。技術方面 ，Booster Pro X2 新增嘅有啱啱所講嘅 Mask 面膜模式、Duo 雙效模式、AI 智能護理。當然 ，Booster Pro X2 都會包括埋之前 Booster Pro 嘅四大模式 ：Booster Mode、MC Mode、Dermashop Mode 同埋 ATS Mode。呢四個原本嘅模式，根據官方嘅網站所講，都會強效升級。咁佢就話係雙效升級嚟嘅。不過佢嘅官方網站就唔似以前咁樣會寫佢嘅改善 percentage， 所以我對雙倍功效呢個字眼係有少少疑惑。究竟係因為佢嘅導頭分咗上下兩部分，所以就叫做雙效模式啦，定係佢嘅實質功能完全雙倍咗呢？呢一點如果可以嘅話，都希望官方可以有再詳細多少少嘅資料數據，咁就更加清晰啦。至於 LED 方面，以前嘅 Booster Pro 有5種 LED 燈，紅、綠、橙、紫、青5種顏色。至於新嘅 Booster Pro X2 就增加咗藍同黃嘅 LED。導頭強度方面，以前每個模式最多去到5度，而 Booster Pro X2 最高可以去到6度。而新嘅導頭分咗上下雙極設計，接觸面比之前大咗 1.3 倍。Booster Pro 就係增加膠原蛋白、收細毛孔、增加護膚品吸收同埋調整輪廓。而 Booster Pro X2 由於佢講係話雙倍嘅能量，就應該係有雙倍嘅功效嘅。咁除咗之外 ，Mask 面膜模式就係增加面膜吸收力，增加909%。不過呢一個我都有疑惑，因為我以前敷面膜嘅時候都會用埋佢哋嘅 Booster Mode 去增加面膜嘅吸收力。咁究竟新增嘅 Mask 面膜模式同埋 Booster 導入模式，佢哋嘅吸收力係爭幾多呢？如果官方有埋實質嘅數據，就會更加清晰啦。其他方面，使用週期可唔可以用官方凝膠同眼周嘴角可唔可以用？兩部儀器其實都係相類似嘅，儀器每一日都可以使用，唔一定要用官方嘅凝膠，眼周同嘴角都可以使用，不過強度就簡單一。價錢方面差唔多價錢，港幣1900蚊至2000蚊左右。新嘅 Booster Pro X2 更加依賴咗佢哋嘅官方應用程式 App， 因為佢哋嘅 Duo 雙效模式係需要喺佢哋嘅 App 度選擇，而除此之外，佢新嘅 AI 智能護理亦都需要睇翻佢程式裡面嘅資料去選擇翻。講咗咁耐，究竟新嘅 Booster Pro X2 值唔值得入手呢？我個人覺得，如果你之前一直都係用開 Medicube 其他美容儀器嘅話，舉例如你已經有 Booster Pro 同埋已經係入手咗佢嘅 High Focus Shot 或者 upgrade 咗佢嘅 High Focus Shot Plus 嘅話，如果你部儀器仲未壞嘅話，繼續勤力用翻原本嘅儀器，咁樣仲好。不過如果你之前淨係入手過 Booster Pro， 中途係冇入手過其他 Medicube 嘅美容儀器嘅話 ，Booster Pro 都已經係2年半前左右推出，技術上新嗰部儀器一定有功能上嘅提升。而新嘅儀器包括嘅原有4大模式，如果好似官方所講，真係增加咗雙倍能量，而唔係巧立名目話上下兩節。我覺得雙倍增加咗個效能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嘅，可以值得入手。另外，如果你個從未入手過任何美容儀器，或者你個非常之懶嘅人，好想係做一個療程嘅時候有2個效果嘅話，呢部儀器咧都係值得入手嘅，因為佢新嘅上下雙極設計可以同時做2個模式。對一啲非常之懶或者非常之忙嘅人嚟講咧，呢個儀器都係有個一定嘅吸引力。任何美容儀器都好，大家記得持之以恆，勤力使用，咁儀器先至會發揮到最大嘅功效。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或者都想分享下自己會唔會入手呢部 Booster Pro X2， 都可以喺下面留言。最後歡迎大家追蹤我頻道以示支持，下次再見，拜拜。